咱做伙献册念出声台文大步行。第一届台文朗读节闹热读册声串联大闹热，11月初4到初10有台文州 Podcast 串联大闹热，12位 Podcaster 共同联播，有专题访问，嘛有济济好看的台文册要讲互你知。完整集数介绍，请参考说明区。其实会当想讲是，就是 Hebe 出单飞专辑，毋过 Ella 跟 Selina 就来甲你演唱会来赞声，对，来赞声，来赞声。所以是讲，这本册虽然讲是营这演唱会，大概是这个意思。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还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都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在说明区，让你做参考。大家好，我是阿迪。咱的这个不是老资深的听友，可能拢会知影讲，这个阿迪来开讲的这个台语话故事的单元，其实拄开始做成有一个宗旨啦，都拄头咧做成是希望讲甲台湾的这个故事甲 IP 化，就是讲甲这个台湾文化内底一寡有故事性的这个元素甲摕出来，会使一直溜，互愈来愈侪人知影。比如讲台湾的这个出名的传说啦，台湾的鬼、台湾的妖怪、台湾的神明啦，像这款的。那咱只要讲到这个物件，就随随就想起到一寡真有代表性的人事物当然嘛包含鬼啦，不是干那人尔。那这人事物咧，会使互人提出来，一直改编，伊可能变成电影，可能变成电视剧，变成小说，变成故事册，变成电动啦、桌啊椅、桌游或者变成这个红仔册啦、单位各种各样的形式内底，变成讲咱。伫咧这过程，愈侪人去改变，愈侪人去使用时阵，你会产生愈好的这个在地的认同，因为咱共同享有、共同认捌着这个故事，这就是咱共有的故事，就像真济过去就讲过年的传说，过去甲你讲有一个年兽，所以咱某某人，咱是什么款的人，所以咱的传说过年就是安尼但是事实上真济物件是设定出来，或者是真济物件。毋是真正咱台湾的物件，故事的累积业绩要互大家愈来愈熟悉刚讲这就是我自细汉到大汉有的物件，上重要的就是你爱伫咧对的媒体顶悬有好的发挥。那以囡仔的时代，咱真细汉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包含世界各国的台湾的电都真少，咱会开始学习到西洋的一寡咱讲童话嘛，囡仔故你会讲到一个互阿姊甲迄个后母苦读的即款的一个查某囡仔或者是这个白雪公主啦小美人鱼啦等等，可能咱的囡仔可能开始会晓捌字，会晓听故事的囡仔。对这个故事的人物，可能比对台湾本身的故事的人物更较侪，因为台湾伫咧出版方面在地，不管是语言方面或者是故事方面，其实真欠缺即地，这是咱目前正在拍拼的代志。那当然，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故事，咱拢爱有一个通啊进入的管道嘛，你要有一个物件，互大家互适当的年岁囡仔会使看。所以我就邀请到一个咱的算讲是老朋友啊。
真正是老朋友平常时阮其实私底下嘛会猛开讲啦，吼讨论一寡代志啥，所以今日因为真欢喜，我真正替伊种欢喜是有一个出版品，有一个家己的作品出来。平常时嘛有真侪作品，但是即届作品又佫无共款啦。这就是咱的即个影仔节节吼，到底早来什么款诶？即个作品甲我拄则讲的代志有什么关联？请伊两面家己来自我介绍来甲大家讲吼。惊讲有一寡新的听友毋知影影仔节节是啥，所以互你家己来先自我介绍，甲大家即个小证明一下，好无？嗨，大家好，我是营养姐姐。我是配音员，嘛甲伊表演，嘛甲伊讲故事互囡仔听。即摆又搁来到这个节目，甲大家来开讲，真欢喜。你这是营养这个个性对吧？你感觉甲你的本人个性敢无共款？我感觉营养姐姐其实是我本人一部分的个性。你抽出一部分来使用对。较天真的迄个部分，较囡仔性的迄个部分，较黑暗的部分伫倒？无啦，就是讲我感觉甲囡仔咧讲故事，甲囡仔斗阵的时阵，我会当甲迄个社会事的迄部分甲放下。是。那甲囡仔斗阵的时阵，就真天真啊，真迄个囡仔性会走出来，真快乐安尼。其实影仔这就是真正咱伫做即个派对卡孔明吼，即集的访问的时阵，台语版啦吼，即集的访问的时阵，内底台语的声音导演、声音指导，对吧？算是讲较注意即个台语的部分。较注意台语，你讲伊遮贴安尼吼，当然，所以伊伫咧台语文方面本地就是已经接触真深嘛，伫业界一直拢是。有伫做这个代志吼，不管是动画、即个配音的改编啊等等，真济。那即届你做的又是无共款的代志安尼，对吧？你即届做的是册，什么款的册咧？什么款的册咧？其实是咱大家想到即个台语的故事，会较接想到的是绘本嘛。或者是讲就是文字较济迄款文学的。这个作品，不过我即摆做的就是伫中的即个印刷册、桥梁书的即个形式。就是讲你为即个无啥需要字过渡到足侪字写甲足深沉的即中的即个过程，到底要下过即个空间，即个所在到底要用啥物件来补？所以华语有一个桥梁书的讲法。其实我会记进前嘛有网络顶有小可讨论过讲。台语会使用什么方法来讲桥梁书这个物件？我感觉迄个印刷册，就是甲，因为咱知影讲像最近以来这1-2年，咱介绍真侪绘本，绘本内底字确实拢较少。毋过你若去，咱所有听去甲你回想讲，你细汉时阵长大过程记伫，你细汉的时大概可能幼稚园较大的时阵，一直到小学啊，你开始会去看故事册。迄时阵的故事册就是，那以华语来讲，就是伊字会变较济，伊一篇一篇的文章，边仔有即个注音符，对，注音甲你写吼，你当时学字，有一寡图，一定爱配图，对啊，毋过迄图水无较趣味较深色安尼。你若较想无，你就想讲，譬如国语日报嘛，小可有迄个感觉，只是讲伊是报纸的形式咯，但是即个物件是。囡仔伫咧学习一个语言用字讲话对故事的想法等等，在过程当中真重要，伊会拍基础的主要的物件。但是伫咧台文的出版内底，咱一直拢真欠缺即个物件，对无？就是讲伫咧市面上即马也无啥有看到类似即款的物件。我一直伫甲你对谈的时阵，定定有一款敢若伫甲 VTuber 讲话的感觉，因为即个配音的角色，我因为当然私底下我袂叫你营养姐姐嘛，所以我咧叫你的名想甲你叫你营养姐姐时阵，敢若是甲无共款的两个人，但是因为你当人伫我面头前录音，所以我甲迄个声斗做伙时，我定定想讲，是不是还有一个 VTuber 伫迄个现场的感觉这是真趣味的一个想法，用即个身份，用营养姐姐身份来讨论即个议题时阵，我感觉我是伫拍开 YouTube 伫老话。无，其实因为你嘛是做 podcast 嘛，是营养姐姐当初时嘛是因为我有做一个华语的 podcast 叫童话透中岛嘛，因为透中岛
有想要讲即个台语故事，所以爱创作一个故事姐姐即个角色。是是是，所以才开始用婴仔姐姐的身份来讲故事。毋过就亲像做 podcast 共款，阮其实袂使一直咧扮演一个角色，扮演一个甲家己个性无合的即个角色。是是是，因为这是做长期的即个节目，所以每一个姐姐哥哥，即个故事姐姐、故事哥哥，其实阮拢是用阮家己本地个性来做即个故事姐姐。像你那讲抽出一寡你家己就会知的元素出来。是是是是，问题是因为声扫嘛有一寡变化，对无？讲话的方式态度拢会有一寡无共款，所以我会感觉讲，敢若看到一个婴仔姐姐多样，你知？哦，敢若有另外你边仔敢若有菜一个婴仔姐姐，你连讲炸一个红还是啥，我甲当做婴仔姐姐好啊。敢若有另外一个人物伫咧边仔共款哦。那即个婴仔姐姐我感觉真趣味，就是讨论讲刷来要做方面的时阵，我首先就一直咧想即件代志。婴仔姐姐即个定位，你要讲其实这是你的一部分，无毋对。毋过你当要甲变成一个品牌化来经营的时阵，就是讲对我我是婴仔姐姐，即婴仔姐姐这4个字出现的时阵，伊的定位对你来讲到底是啥？除了你当讲伊原本出自动的透中岛这个 podcast 频道内底会讲台语的即个角色，迄是本地是有即个物件，迄是声音内底嘛。但是你已经行向一本册啊。我无你靠未来真正有出现 YouTuber 嘛？无一定，红啊有啥我毋知。但是伊我发觉讲伊已经毋是只是一个频道内底一个声一个角色。你敢有互伊一个定位讲未来婴仔姐姐伊要代表什么款的议题，或者是伊的元素，就是讲伊想要传达什么代志？其实我无想甲遐尼远，或者是讲遐尼严肃。我只是想讲，亲像迄个某某啊，或者是讲悠悠亲子台，毋是有一寡水果的哥哥，是金蕉哥哥，香蕉哥哥嘛，嘿嘿，伊是一个真具体一个形象，会当互囡仔人看着就感觉足熟悉，足新鲜的，就对遮的哥哥姐姐的即个距离就会缩短，所以就想讲那安尼婴仔姐姐嘛，家己具体化，我嘛用婴仔姐姐即个形象来面对遮个囡仔，囡仔看着我嘛感觉讲足熟悉。这是我知影的，伊的声我熟悉，人我嘛熟悉，伊讲的故事我嘛熟悉，有即个距离甲缩短。其实对华语的囡仔来讲，我是真希望有即个效果出现，因为因知影婴仔姐姐，因对我所讲的台语故事，就会感觉讲OK 啊，因为我相信即个婴仔姐姐，我就来听一下伊讲的台语故事看觅咧，因就袂感觉讲这是一个青分人对因讲台语。先有一个即个熟悉的感觉，因就袂较排斥。我是希望减少即个排斥的感觉。那你感觉效果啥款？我感觉 OK 呢，因为有的华语的囡仔，因听着阮的即个节目内底放一寡台语故事，伊本地可能伊的生活当中是完全无讲台语的，是，毋过也加减小可听一下，因为就是阮的节目内底所放的故事，是伊会信用的人，对，今日只是即个人今日讲的是台语，无我嘛继续听好啊。嘿，或者是讲阮伫咧华语故事内底有一寡教台语的，甲参南伫内底，参南伫咧内底的时阵，伊嘛学个安尼好啊，我嘛学一两句啊，嘿，对华语囡仔来讲，你特别爱食圆啊？古水啊！你讲外形还是即个名，互你感觉着古水？我感觉古水亲切，敢袂安尼感觉？讲到圆啊，我毋知大家对圆啊的本身啊，圆啊迄个物件，毋是你本人对圆啊的想法，我毋知是啥哦。比如讲我可能头一个想到的是红白两色的迄款圆啊，其实我较早伫咧北部，因为我生活伫咧宜兰哦。真少到南部的时阵，我无啥机会食到煎圆啊，即个物件咧。我知影讲南部伫咧婚礼，其实拢会头前就会出即款的即个煎圆啊的菜咯。依然无煎圆，我无时间食即个物件，所以我知影圆啊较像是红白无毋对，毋过无较细粒，佫较大粒就说啦。阮是鸡汤。
营养汤甜的啦，这就是做甜的，较少伫做咸的哦。所以我想着，想是安那是要拜拜啊？是，所以营养本身因为你的册内底嘛有甲营养有真大关系，而且嘛甲即个传说甲咱的祭祀有真大关系。在我来讲，这是最正常的代志。营养就是摕来做祭祀，我袂个摕念的物件顶管，但是确实伊是，比如过年过节啦，吼啥的时阵会用到的物件。这册内底讲到营养真正是拄啊好，拄好，拄好讲到即个故事内底有讲到营养，够符合你本人。是，毋过有可能，即个营养对我来讲拢是内底有迄款的。无嘛是迄款煮汤诶，或者是讲你讲诶煎营养，对我来讲拢是真好诶回忆，拢是真欢喜诶，甜好食，甜好食，甲出来人做伙来食，或者是讲伫咧食喜酒诶时阵，大家拢快乐嘛，大家拢欢喜，我就感觉营养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互人拢会感觉欢喜诶即个现象。然后有即个讲食同济圆加一回即个讲法，敢若拢是较正面，或者是拢是好代志时阵，咱会食营养呢。对啊，细汉诶时阵，就是上期待，就是食即个同济圆。同济圆较像样，所以就因为安尼产生一个营养这就对啊。是，所以但是营养这或者这就像你拄仔讲诶，就是会去联想到像一寡亲子台啦、囡仔台啦，即个电视台内底诶，即个角色哦。那当然伊嘛是有其中一位哥哥，敢若是食即个，毋是讲食即个吸收囡仔诶笑容来保持永久诶青春，有即个传说，就某某哥哥有即个传说嘛那恁嘛拢是等于讲即个频道嘛是面对囡仔市场，是，所以才用即个哥哥即款诶称呼，当初是恁先来做囡仔市场诶内容啊。可能有听即个阿德来开讲的即个老朋友，就知影讲，阮是配音员嘛，其实嘛录真济，替真济品牌录真济有声册。是，尤其是迄个互囡仔看迄个杂志。是。所以对遮个内容啊，遮个故事啊，是真熟手。毋过就是会感觉讲，阮逐摆拢是录别人的故事。录别人要爱阮录的即个内容是，若是会当来录一寡家己想要讲的话，家己想要讲的故事，敢若袂歹。就是你佫看那录迄是别人的作品，是，但是你当做的是你家己的作品，是。当你原本有恁做一个以囡仔为对象的故事的 podcast， 这是恁共同的作品，但是你当有一个你的新的作品，就是咱即个一直伫讲的一个故事册。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故事册？敢会使大家互大家知？因为这本册目前我毋知大家听到的时阵，应该市面上可能出来，但是因为你互我的月份，你讲11月嘛，对不？咱这集原则上应该是11月会放，但是到底是我较早，还是你较早，无人知。所以大家目前有可能手头拢也无这本册嘛，所以想互大家知影一下，讲这本册到底伫创啥，是一个什么款的册？其实这本册就是，我有选6个台湾或者是讲世界有名的这个较知名的这个故事，来甲翻做这个台语的版本。这6个故事其实本地拢是华语的嘛，拢是华语的故事。有的是我有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做台语版，或者是讲完全无翻译过，我即摆就甲伊剪出来，完全甲翻做台文，而且就是嘛请迄个老英成教授来甲审定，来甲内底遮个字句，拢甲斟酌甲翻译甲较台语开，来互遮个台语囡仔，或者是讲想要学台语的。遮个大人拢会当来看这本册，就是讲大家哪看哪听哪夹咧看，嘛会当这对这个字来读。我想讲非得我本地就是这个较声音较专业的这个人员嘛，所以我就来用来使用这个有声册的方式来和大家来做伙读这本册。家己睇坦北来嘛，
家己本身就伫做即道啊，佮无录一个，敢若嘛毋对咯。而且本地就是一直有在录即个故事啊，大家嘛对即个声、即个故事是熟悉啊，只是讲即摆换做即个台语的版本，所以嘛想讲，安尼会当除了台语囡仔会当，哪听故事哪看册去捌即个台语字以外，华语的囡仔嘛会当。伊虽然可能对台文字个距离个较远淡薄啊，毋过伊听故事嘛是听个真欢喜啊。是，嘿，伊嘛会当学着啊。放故事这个代志，就是甲这声放出来啊，对真侪爸母来讲是最重要的代志。毋是每一个爸母拢就甲我讲故事。讲实在，我后来接触过足侪家庭，好像讲有放声出来最重要的。吼，之前疫情期间先啊，囡仔的频道、囡仔顾的频道的全部拢安尼称较悬，就是因为。爸母已经讲甲无故事啦，讲有喙嘛讲甲无烂嘛，想无步啊，你知影？这时阵，这个囡仔顾的这频道真正是救星，我熟悉一寡人真正是安尼，伊都会轮过一遍，所有囡仔的这个 podcast 频道拢轮过一遍。不过单纯伫咧声音的媒体内底所做出来的这个内容，甲今日有故事册所做出来的内容，其实是无啥共款的。伊的文本无共以外，伊当初是一开始，因为你等于讲是声，其实是对你的文章伫咧行，所以伊的其实佫较完整。这个文章内底又佫是台文，所以佫经过审定，伊不管是用词啦，或者是讲这个故事的完整的程度啦、长度，其实佫较适合囡仔。需要困的是讲爸爸妈妈讲故事我听，这个时阵放吼会使当较久。莫当作这无啥当较久这件代志，就现实是爸母上需要。这阮规本册会当动1点外钟，应该是有够久。应该困去啊！你特别一直称完，因为你若伤短，囡仔顾的频道上大的缺点就是安尼，因为时间拢短短啊，所以囡仔若还袂困咯。妈妈帮我讲话另外一个，我一集我要听搭一集，有的囡仔会记你听过，伊要要求听过。问题是你都阿母已经困起来，是阿爸已经困起来，我精神去听听换频道，所以唔免一本你就使当点外钟。是，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啦。不过你这本册专名叫做啥？古早有一只丁狗，伊仔姐姐台语故事集。婴仔这台语故事集，这个婴仔这出现伫咧册名内底，但是这本册内底有婴仔，咱都有讲到有婴仔，但是我敢若无看到婴仔这，所以婴仔这伫这本册的倒位咧？婴仔这 is everywhere。因为可能就是看册来讲会感觉袂到讲婴仔这伫倒位，不过你若是听这个有声册，婴仔这就是讲故事的迄个人。是啊，因为你本地伫咧频道内底，你就是伫讲故事。是。那转换成讲，连故事都你家己来发想，你家己来甲本地有诶，这真有名、世界有名诶，这故事，或者是台湾真正在地诶故事，转换过来变成台文台语诶版本了，由你家己来讲，你就是迄个讲故事诶人嘛。我讲这是有当时我拄开始看到这个册名时，我伫编内底诶资料，我突然讲奇怪。婴仔这人伫倒位？伊嘛无甲你讲画成一个你代表性诶人物伫咧内底，伫讲内底参战，或者是讲今日丁狗拄着是最后，比如讲丁狗故事内底可能即个观世音是敢若观音嘛吼，观音有出来斗解围，反正变成讲婴仔这出来斗解围，我本来是讲会变成安尼。你哪会知影观音毋是我。嘿，我是妈祖。我的重点是讲，重点是，比如讲这个故事，互你改编过，变成你本人来去甲改为哦。反正日后有新的版本写，安尼我毋知哦。但是我本地设想讲，伊既然有说婴仔这故事集，还是你的人物会伫咧内底做什么代志。我后来讲，才知影讲，全部看了，而且佫听你讲，才知影讲，你其实是佫较。伫个关一界，就是你是伫讲即个故事的迄个人，因为你原本的频道就是做讲故事这件代志，是，而且是一个，比如讲你若原本就是即个透中岛的听友，透中岛是反透中岛，但袂足热的啦，透中岛听起来怪怪，透中岛的听友，你有一个真信用的声音，即个声音所代表的迄个人，伊啊即个对你伫讲故事，迄个故事长度久长时，你安心你听会落去。对，而且就是内底这有声册嘛是透中岛的即个哥哥姐姐来录音，所以大家应该感觉，就是
一个真熟悉。所以有小可像透中岛延伸出来、发展出来的一个作品，也是你个人发展出来的作品呢？应该是讲，伊影即个角色本地就是为透中岛所发想出来，是，所以讲，虽然纯台语的物件是敢若，即马是我专门咧处理即个全台语的部分。毋过我感觉讲，这无法度分开讲啊，这就是敢若你家己一个人咧做，或者是讲你甲透中岛是连做足我诶。我嘛毋知影这要安怎来，其中存有一款暧昧。对啊，因为我伫看即本册时，我都有伫思考即件代志，讲伊影这敢讲，就是人讲迄个天团的单飞，嘛无完全，因为其实内底其他有一寡角色是有即个透中岛其他的成员来配音，是。但是你讲伊是透中岛的作品，我感觉无完全是因为伊有一个主体性，就是这是伊影这所讲的故事，对无？小可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甲恁的即个透中岛本身伫做节目的内容的方法，其实佫小可无共款。其实会当想讲是，就是 Hebe 出单飞专辑，毋过 Ella 跟 Selina 就来甲你演唱会来赞声，对，来赞声。所以是讲，即本册虽然讲是影这演唱会，是这个意思。我伫看这本故事册时，我真趣味讲啊，对，因为目前你愈看愈会感受一件代志，讲台语的出版这个产业啊。你若有伫接触的人，一定会知影讲内底抑佫真侪缺欠，真侪咱不足的所在。绘本是大家初步打入来上紧，毋管是读者或者是创作者，拢是共款。台语的绘本可能是上紧的物件，毋过你无可能永远伫咧绘本内底。那另外一方面，佫较复杂的，就是已经跳到咱当讲的即个文学作品内底，比如讲有旧年嘛有台文的作品得奖吼。或者是讲有真侪过去流传落来真深，写甲真好哦，各种各样的即个台文的作品。但是伫咧中央，咱要累积一个文学，或者是讲要读字，或者要读文章的能力，毋是讲你为绘本向度我都跳起文学作品。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真重要，这是咱都讲的印刷册这个需求。那你加入印刷册这个领域内底，当然你都有真侪可能的选择。目前这个世界还佫真拍远，安尼拢无物件，正靠你来开垦吼。那你要开垦，变成讲你家己爱选择讲好，我无可能单到发一声，我要爱啥有啥，全部各种各样的主题，各种各样的即个想要讲的物件，全部拢做甲到，无可能的代志，甚至佫分无共的年岁无共的即个程度，无法度安尼做。头一本咱伫做时，恁就要去思考讲，那我头一本我要做啥？这是有法度去接着，比如讲绘本已经读甲差不多啊。你刷落来，我要安怎创？囡仔要安怎创？或者讲想要接触到台文的人，比如讲学台文的人，因为绘本本身有收藏的价值，所以真侪人会收藏绘本。你内底可能学到一寡较简单的台文，刷落来咧，我无可能随随去跳起台语文学的作品，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才调做这件代志。恁这创作者的选择其实就变甲足重要。所以，比如讲，你这本册故事，伊来源是你就选择讲是来自无共国家甲文化的作品，对无？那这个编排就讲你要经这几个故事，伊讲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拄则阿德咧问的时阵，我就想讲，咱细汉的时阵一定拢有看过啥物世界童话嘛？是，对无？迄就是讲，囡仔人真接触到的一个作品，一种册。毋过对台语的即个囡仔来讲，母语家庭来讲，我知影讲前卫有出一套类似的册，就是敢若有翻译遮的动画经典动画即个部分。毋过因为因较专业，因的用的字较深，拄好就是我就想讲，我若用一寡较浅的字来。甲遮个台语囡仔引带到即个图本，开始看字的即个世界，敢若袂歹，用即个动画，遮个世界的动画内容，我有即个想法了，就想讲，安尼要选倒一种内容，就是大家会较有兴趣，是，当然是较趣味的啊，好笑的啊，是，因为若是甲即个有声册来听，一定是若愈好笑、愈趣味、愈精彩，大家就
就顺顺个听落诶。你讲到遮，我都爱特别提醒一下吼，日后要出来时阵有一件代志爱注意，尽量找迄个好困诶。咱都有讲到，即个引带册尤其有声版吼，这对爸母来讲足重要。或者讲你故事文字方面你做古锥，或者较趣味，但是你有声版你另外录一个较好困诶节目。无法度呢，因为阮迄个本地迄个节目就叫做透中昼，就是你透中昼来听呀。阮嘛毋是叫做暗眠梦啊。那会使困得到啊。都不，这是阮讲生笑啦，但是我大概会使知影讲，所以你。因为咱知影讲华语诶世界内底，像咱即款诶，咱讲印刷册、讲练诶册，其实真济。那世界动画或者讲世界诶有出名诶囡仔国，一直拢是即个产业内底，华语诶出版产业内底真稳定，而且是你一定会行到即个阶段，差不多大部分囡仔拢会接触到即款出版品、台文或者台语家庭，就是希望囡仔学习台语诶人，伊其实是无即个物件。咱伫内底找一个上大众化，或者讲大家头一个上会去拄着诶物件，就是世界故事、世界有出名诶即个故事、世界动画，互大家会使来接触。只是讲伊即届是台文版，你敢有迄时阵敢有去对标着，或者讲去参照着华语诶出版诶产业内底诶即款情形？我咧思考诶时阵就想讲，华语诶出版品有啥物物件？譬如讲有绘本，有即个世界动画，有一寡台湾作家所写印刷册，伫遮或者是讲有搁较深淡薄诶儿童文学，伊就是一步一步嘛，所以你为囡仔成长过程，可能比如讲我5岁了会使看到啥，6岁、7岁、8岁，因为你年岁愈来愈大时，其实伊学习到诶文字。用词会愈来愈深，愈来愈济。是，就是豆豆啊，互因产生阅读的即个兴趣嘛。是。我的想法嘛，毋是讲台语囡仔一定爱读世界动画。这毋是一定诶，只是讲，拄啊好台语囡仔，确实即个印刷册部分就是较欠缺。是。我若要做，我可能对家己来写、来创作的部分，就是较无法度来做一个专心的，我可能无法度做一个专业的作者。毋过若是改编这个世界动画的部分，我应该 OK， 应该会当来试看卖。是，所以才为这个世界动画这个方向来开始。所以其实甲你个人伫咧思考，讲我做会着什么代志，啊，有可能我伫以后可能嘛包含讲恁家己因为长期拢伫做囡仔国的一个频道，所以恁即方面的接触，或者是讲恁的人脉一定是搁较济、较完整。那嘛有一寡改编做台语的经验，或者是甲即个世界动画用声音的版本，或者是用搁较简单，互大家听有的版本，会有法度接触到。伊共一个故事，其实会使做真囡仔的版本，嘛会使做甲真大人的版本。是，大人的版本毋是讲一定要重口味啦，毋是大家重咸都要做大人版本。伊会使有真济，比如讲搁较来伫讨论的代志，你心内咱讲内心戏嘛吼，心内一寡对话啥，那当然你嘛会使做真简单、真古锥的方式去讲一个故事。对，亲像讲一个故事，会当讲较温柔的版本，毋过伫咧透中脑咧讲的时阵，就是讲较好笑，会讲较好笑啊，所以即个好笑的即个特性，即个特色嘛，甲放入去即摆一本册内底，所以拢是共款点稿，或者是讲不来梅的乐队，毋过可能伫咧伊即个台语故事集看到的版本，甲别位所看到的版本就了啊无共，因遮的动物讲的话互相吐槽的所在，就阮加入去，互你咧看的时阵感觉会趣味，会笑出来。这是有属于恁家己的版本。是，对无？当因为即个世界的动画世界囡仔个，但是其实有无共人来做到无共款的版本甲特性。毋过内底遮济片吼，咱当然伫讲世界的动画嘛，包含台湾在地啦吼。遮济故事内底，你若个会使经一篇来要推荐互大家选，你会经倒一篇。就是讲我头一个先拢家己的囡仔无毋对，但是你讲迄个手伸出来5载嘛无变长嘛，你总是经一个，互你
甘愿承担即个拢讲你大细心的即个名声的即个其中一篇，硬要逼你讲，你讲打一篇，希望大家先去甲编看卖，先去找看卖即个故事。因为阿德甲互我即个访讲的时阵，就已经有即个问题，是，我就是自我互你访讲到当你还阁找无一篇。对我来讲，就是内底有2篇嘛，就是台湾的故事，就是顶高甲卖芳配。是，这2篇我真正是无法度出现呢。嘿，对，因为这篇甲顶高放入去，因为我真正就介意顶高这个故事诶。伊是属于咱台湾过年的故事。啊。自从我知影有顶高这个故事了后，我就无讲迄个年兽的故事。迄只关起来，迄只关起来，我甲另外一只放出来，顶高的部分，甲放出来。啊，毋过就是卖芳配，就是伊形成就是一个故事，即个发展真趣味的一篇故事嘛。啊，有诶配是芳诶，啊有诶配煞是臭诶。嘿，即个我相信就是大家咧听诶时阵，一定会感受到伊诶趣味。嘿，啊，顶高咧写诶时阵，就是有加入一寡就是较现代一寡笑点，佮有一寡较现代人咧讲一寡 talk show 迄款节奏，较诙谐的所在，较诙谐的所在，就是讲用即个旧的故事，我用新的方式来甲展现出来，是别位听无的即个版本。啊，毋过就是卖芳配，真正是你2篇拢真正讲一篇，你就一定爱另外一篇嘛，爱带一个，甲袂讲无公平的对。对，因为真正是就是难分难舍，而且就是若你得卖芳配吼，你若是无买册无要紧，你去营养即个广告书的即个节目即个频道内底，你一定爱听即个有声的即个版本，阮配合的即个录音室，做即个音乐。做这个音效的，而且音乐我真正是爱甲伊加鸡腿，加鸡腿，现在是修理害。是鸡腿啦，这是什么奇怪新的诗行用语是无？毋过我想要问讲，阿弟你介意倒一篇？我特别介意的是顶高，当然第一是我本地做这个频道，咱就是一直伫讲，我开头嘛伫讲，我希望讲台湾在地故事会使一直流，甲大家拢清楚。但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讲。真济故事可能你去掠迄个源头，你最后认为讲，其实这毋是台湾完全在地物件，无错吼。因为比如讲，伊即个，我毋知大家敢知影一个所在吼，做东山岛吼。东山岛毋是宜兰的东山，虽然大家嘛可能毋知宜兰东山伫搭。伊汉字写做台南的东山，但是读做东山吼。东山岛其实是伫咧。中国目现在地理上的中国漳州的这个外海一个岛吼，那这个故事伫咧遐嘛有流传类似的版本。故事是安尼，真济故事有一个原型，那这个原型一个无共所在，伊会发展成无共款的样相，伊会甲迄个在地的文化产生新的变化，新的化学变化出来。所以你若要讲，比如讲啊，不管是陆地沉落去，或者是互即个水淹去，即款的故事伫咧遮个所在嘛，有甲过年有关系。毋是讲敢若台湾有即款的讲法吼，甚至可能你东南亚一个国家嘛会听到类似的故事。但是每一个故事伫咧各自的地方，伊会发展出属于家己的风格，甲家己的版本。这是最重要的代志。所以顶高你要讲顶高是安怎属于台湾，是因为伊伫咧过去以来，其实豆豆加入咱在地的文化、甲思考、甲想法。这是就像你讲重新搁利用你的版本伫讲即个故事时，你可能就会参入即个较现代的即个做法、讲法，或者是因的互动的方式。就像我之前讲 IP 化即个过程同款，咱会一直流即个故事，即个故事就会除了有愈来愈大的即个使用价值以外，同时伊嘛愈来愈台湾。我讲这是听故事这件代志真重要的，所以你做你的版本的这个台湾的顶高故事，伊就会变甲比前一个版本更较台湾啊！这是真好耍的代志哈。咱讲伊是台湾的故事，但是你愈读甲你愈讲，伊会变甲愈台湾。这听起来敢若小可敢若搬喙花还是搬喙金，但是
毋是伊一个概念，我希望互大家知影讲，莫一直伫敢若执着讲但是即个故事原本毋是来自台湾在地啥啥，其实毋是用安尼方式去看，是伊伫即个所在有成长出来无？那过去因为像遮在地，比如过年或者甲台湾人，尤其是以汉人为主来讲啦吼，汉人的即个生活来讲，过年是真重要的代志。但是咱过去一直放伫一个甲你无直接关系的即个故事内底，而且即个无直接关系是伊一直咱讲的年兽，红掠去关迄只，迄只年兽其实一直放伫咧某一款设想内底，即甲台湾在伊无因为你这故事一直讲产生台湾在地物件，咱只要讲到年兽，它较普遍的是某一款，你讲胡同迄个环境，一只年兽，你读较普遍的，你册内底出现的永远是即个图画，永远是即个画面的时阵，表示讲即个故事伊无甲你在地绑做伙，伊无法度透过你一再讲即个故事变成台湾的。但是顶高是经过自然的移民煞来了后，伫咧即个所在，因为即个所在经过什么款的灾难，经过什么款的故事，什么款的情形，甲即物件豆豆愈来愈演变，愈来愈演变。才变成台湾的顶高的故事，我讲这是有根本上的差别。阿弟你讲甲真好呢，因为想到即个年兽的即个故事，确实袂，迄个画面就袂是台湾的即个砖头的即个。是，所有即个故事内底，你只要较早细汉时阵读过，咱可能读过毋若一个版本的年兽的故事，对吧？但是年兽的故事内底，你去想迄个画面。永远拢袂出现，你感觉这足台湾，你袂感觉伊足台湾，伊可能嘛会搭遐春联啊，搭啥，但是你就是感觉毋对，啥哪会接你感受袂到台湾？对呢，因为伊甲你的文化其实无绑做伙，伊伫历史上都无甲你的文化绑做伙。我讲这存在，伊内底有一款真幼路的差别。所以啥哪我特别要讲起着顶高这件代志，一来因为庞培你已经介绍过啊，所以你已经讲会使去听吼，所以我来补这顶高的代志。所以大家莫想讲你不过都是换加一只用迄只狗去换迄只毋知屎啊好啊什么换高的动物，毋是因为伊本身有真根本性的差别伫咧内底。所以我希望讲大家若有机会看到一本册，因为我嘛毋知讲咱即发布时，迄本册到底出来未？但是只要伊出来是讲较换一岁，应该差无偌济啦吼。出来时阵有机会，毋管是有试听的物件，或者是有即个会使买着册，还是讲网络有一寡部分，互大家会使看会到的吼，试读的部分去甲看卖。因为我先看过内容啊，我会感觉讲内底除了有真现代性，因为写作的人，或者是讲即个故事的人，伊就是即个土地生长出来的人，而且是用家己在地的观点来去看的时阵，伊做出来的顶高故事，迄是在地的物件。伊有即个差别伫咧，希望大家去感受看卖。因为你行到印刷册的时阵，咱就开始会进入到即款的议题啊。绘本当然袂使讲完全无，因为绘本嘛真侪主题，但是绘本的主题会搁较接近咱人本身，那甲遮已经是接近文化本身啊。印刷册会行入文化即块。对啊，就是阅读有当时啊，就是爱引起人的思考，引起人去思考一寡想法啊，一寡思考的理路安尼啦。对，所以希望推荐互大家会使到时阵去试看卖、听看卖安尼。本地我希望尽量留时间互即个影仔姐去讲啦，毋知啥最后面想拢我伫讲。无，我感觉你讲甲真好，我感觉你讲甲真好，因为有时阵阮定定咧讲一寡故事的时阵，较袂去想遮济，毋过迄其实有道理，迄其实有即个道理，只是讲袂用遮济头脑来搁想较济、想较深呢。所以有当时咱无去想甲讲我为着什么代志来做这，但是做的时阵就是感觉我就是应该爱做。是，但是因为我的身份是，变我是揪出来看这个物件嘛。那这几年来做 podcast， 其实我接触即个大部分的出版品。我咱的听应该嘛拢知影，毋管是创作的歌曲专辑啦，或者是册绘本，阮都应该介绍即个去啊吼。那文学作品嘛有，那到当印刷册，你甲迄个长途游开来看，佮家己跨度甲放开时，你会开始去发觉讲，伊内底有一寡理路。会使去思考的，就是比如讲，这个物件伫这个时阵出现，是毋是有伊的理由？台文的故事册啥若是这个时阵开始出现，我相信这绝对毋是独一本尔，一定未来愈来愈侪，毋管是影仔这做还是其他人做，一定会愈来愈侪，因为到这个时阵，
遐个囡仔台语家庭开始伫培养，因为你讲早期当然嘛有，但是足少数。当开始台语家庭是有力量的，因开始伫做的是绘本，是囡仔耍的物件，是足简单的囡仔讲，所以来因愈来愈大汉啦。你要摕啥物件，互伊去使用，互伊去学习，互伊去思考我是啥物人。故事册就是伫即个时阵开始出现的。咱要安怎去拥有共同的故事？故事这件代志最重要，所以今日有一本叫做台语故事册，对吧？台语故事册出来，其实就是头一本，所以讲是这个起稿，当要起稿的一个方法。我希望讲大家会使豆豆来观察吼，市面上应该会愈来愈多故事册，所以讲你今日上头前啦。当然，可能就是写这个文字较浅啊，角度是较济、较古锥的即个形式的册，可能我目前是行头前的。毋过我相信后壁一定佫较济创作会出来。这是我期待嘛，真相信一定会安尼发展的。我认为就是这个时机啊。好，咱先休困一下，咱要搁等。我是介意为囡仔讲故事的圆仔姐姐，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古早有一只灯猴，圆仔姐姐台语故事集，是一本大人囡仔拢会使做伙来读甲笑嗨嗨的台语印刷册。除了纸本册以外，阁有有声册会用于伫线顶收听哦。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咱就继续转来，继续在伫讨论一寡其他物件。好，咱就继续讨论咱家己伫针对这本册的代志啦。因为拄则伊有配音，咱有讲到吼，都开始就讲到配音，嘛有讲到图这件代志。但图其实我有看过图啊啦，我希望讲到时阵这个方面图，我会使甲你讨着一两张图来互大家看一下啦。因为伊个图画甲真古锥，伊这个图敢若是真侪人合作的是无？对，因为有6篇故事嘛，所以就是选6个绘师来甲画这6个故事，选无共人来画图。风格有小可无共，毋过看起来嘛是真好嗨。而且有针对迄个故事，互人的感觉来去画图，我有感受到这个风格差别是伫咧遮。对，这嘛爱真感谢我的编辑，因为伊是对即个美术真有概念的人啊。迄当阵我感觉就是一定爱选即个人来做编辑，因为我感觉伊的美感真好。事实上伊嘛是替我操烦遮个图的部分，甲遮个画家来沟通讲要画啥物内容，啥物风格，因为图我毋是专业，毋过我知影讲因用啥物色料来创作，是水彩啊、画笔啊，迄拢是无共款的风格。是我的编辑就替我来甲统合成一个。彼此风格无共，但是佫会使和谐斗阵的即款的方法，是，所以我真感谢伊。可是我伫看这本册时，我特别注意到这图啦，就是咱知影讲故事册伫即个囡仔年岁，其实讲需要图来斗配合，因为你可能会享受到即个图的吸引，然后大家对字拢较平淡嘛。我当时就烦恼当的囡仔吼，因为较早咱讲。大学生就开始出现讲什么看字超过3行都变大看吼，打这低影片的这影响佫较大所以我希望，当然咱会希望讲这图会使吸引你先来看，
当然我相信咱的听友的囡仔可能较无即个问题，但是普遍性的即个囡仔的问题，咱嘛是会替因烦恼一个啦。我当然除了拄仔讲的即个图真古水真水，而且是有配合着每一篇故事风格国家，因为其实你有来自无共款国家的即个风格嘛，所以拢有即个到达以外，我感觉有一个我较想要甲你讨论的代志，就是伊伫咧即个台文出版内底嘛，虽然讲较少看到，就是讲你的字内底其实毋是全部拢有说明注解，所以咱透过声音来甲你斗相共，但是内底还佫有一寡有画线的字对无？会画一下骹画一条线，后壁做一款注解的解说，当初是即个编排是上建议安尼做的。真侪绘本，或者是讲较深的，即毋管是儿童文学，或者是讲较深的文学的册，拢伫咧台语出版的部分拢有注解嘛。迄当阵就想讲安尼确实内底一定会用到一寡较深的字词。安尼嘛甲伊写伫后壁写注解。互大家会当更较熟悉，才会有淡薄仔深的词，或者是讲较无直接看到的这个台文字。因为拄开始拄头伫听的时阵，我就想讲，其实你已经文字你无另外，像你讲，你其实本身无另外佫标注罗马字嘛，无像对华语的汉字加注音安尼方式去做啊。所以你用配音的方式，所以我只要看字同时听声，照你讲都配会起来啊。但是你也是有加即个注解即件代志，就像你讲的，可能甲一寡文学作品有小可像，就是因会伫寡特殊的用词典管去加即个注解，所以你希望讲你内底有一寡学习的功能，是无？因为我的心定老师是刘英成教授嘛，是我甲伊讨论的时阵，阮就发现一件代志，KK，因为真侪台本册会选择用华语来注解台语，是，也毋过。若是一个本地就是母语家庭的囡仔，伊的 priority one 就是台语，伊敢有需要伊的 priority two 的即个语言来注解伊原本上熟悉即个语言。即个用华语注解台语的即件代志，阮就是感觉倒位起，是后来就决定。要用台文台语来注解台语，就亲像华语词典，你显开就是用华语来注解台语嘛。华语来注解华语，用较简单的华语来注解一个较深的华语。是这个方式，阮就想讲，安尼来试看卖。其实就是甲语言本身文字本身佫较正常化，就是你较早伫看课本内底即个注解嘛，无可能家己写成英语、写成其他语言，因为伊就是意识用较简单的共款的语言去解说较复杂的事尔嘛。是。但是这互我想起进前我伫诚久以前伫方面即个做奇幻进台湾迄两本绘本的时阵，我甲迄个。制作人伫咧讨论细号兄伫讨论即个代志上，真趣味。伊家己人生经验就是，伊对囡仔讲台语的时阵，出现某事囡仔听无时，伊敢若必须爱用华语来解说，囡仔才有法度理解即个事的意思。也就是讲，伊阵就认为讲，安尼毋就变成讲囡仔的母语其实是华语啊，伊敢若伫学一个外语共款所以。伊当然，咱这个是毋是因为安尼这道做母语是华语，我讲这是另外讨论啦。但是伊的迄个困扰，当初是2-3年前、3-4年前，伊都有察觉到这个现象。但是迄个时阵的市面上，你还佫无啥看会到台语注解台语这件代志，对无？但是为今年，特别是今年开始，你会使看到愈来愈侪即款的作品出来啊！毋管你是翻译的文学，毋管你是创作的，就是像你讲故事册，当然故事册这可能是头一本做即件代志，但是咱知影讲台语文行到下一个坎站啊！要做即件代志，其实是需要一个坎站，毋是讲你今日想讲，安尼敢若较合理，就安尼做，其实无遐简单。迄拢是一个过程。若是无头前的人，来拍拼即个过程，其实嘛袂行到即嘛。即个阶段。是啊，所以我讲即个出版，咱有当时伫观察，像我因为后来接触真侪即个台本相关的出版时，你会察觉到即个
变化甲趋势，你知影？人家讲，即个伊个什么抗战啊？即个物件可能2年前、1年前，还佫是一个真创新、真大家讲哇，哪会安尼做？哪会想到要安尼做？还是讲哪会敢安尼做的？这动作、这代志，到明年可能大家毋是拢安尼做。我感觉这是真好耍的代志。毋过总是台文的出版这出版品。你若是甲华文出版比起来，迄个数量啦，一定是差真济、比例是完全袂比例吼。但这表示讲，咱内底还佫有真济不足甲欠缺。咱虽然较正面来讲，知影讲有真济所在，咱有机会会使入来做，会使入来参加，会使入来。莫讲分一个饼，应该讲咱有机会来斗相共，甲即个市场愈经愈大，但是。伊嘛相对表示讲，伊内底有真济欠缺是咱的读者，或者讲咱真正有需要人，其实也无机会接触到。你家己观察，当你开始做一个作者，你出版一本出版品，台文出版品时，你敢会感受或者观察到讲，台文出版内底还佫有什么款的欠缺？那是针对互囡仔人来看，这出版品，来讨论这个。除了当然我做的是翻译的动画、世界动画、世界故事。的部分，其实我真期待有一个作者，伊是用台语来创作台语的儿童文学。迄应该会比我即款翻译会佫较在地。而且华语是有诶嘛，华语有真侪创作者，有真侪作家，因就是专工咧写即款互囡仔人来看的儿童文学，甚至有比赛。对，亲像国语日报嘛是，一直拢有遮的作品会当互华语的囡仔来看。若台语的部分呢，我感觉较接看到也是绘本，就是讲可能佫较简单淡薄啊。若是亲像国语日报迄款文字的量有较济，即款作品呢，目前敢若佫期待有人来发挥来创作安尼。我想对囡仔来讲，真细汉的时阵，可能我毋知几岁开始就看较济字啦，可能小学3年或者4年，我伫幼差不多到即个时阵以上。你看像国语日报这款的物件，国语是不是叫做国语日报？这款物件是会使伫内底，因为是针对囡仔写定定，会使伫内底看到真侪无共款主题的文章。那咱有当时嘛会感觉讲，囡仔伫看其实是会介意。当然前提是大家都愿意看字啦。但是愿意看字的囡仔其实是会介意内底真侪无共款的故事，还是甚至有一寡物件毋是故事，可能某实物的知识。某太空的知识，等等像这款的物件，拢会伫咧内底。那咱就是用上简单的这个程度开始学习，但是因自细汉就开始接触这物件。那确实呐，台语家庭是台语囡仔，伊也无这个机会会使接触到这物件。其实我知影讲有一本就是算是文学杂志，就是幼婴儿童台语文学，这个杂志一直。有咧想要推测即个儿童文学的即个部分，是当然嘛，真欢喜讲有即个杂志咧，一直想要做即件代志。要安怎甲即个代志佫较宣看甲佫较互佫较侪人知影？其实咱知影讲，伫出版品内底，比如讲囡仔袂使讲爸母的钱上好趁，但是爸母的钱愿意为着囡仔即个成长过程的任何需要来开钱。对不？所以这个市场必须爱去甲经起来嘛。当时因为有这个需求，你必须爱回应这款需求。那台语的儿童文化，我相信伊的市场甲需求伫咧，因为台语的家庭，你看这几年趋势，你感受会到。问题是，第一是你敢若靠一间这个儿童文学的杂志。第一经袂起来，无，因为你量无够较济。第二是有杂志甲出版是无完全共款的代志。那当时大家有法度，你有法度接受遮侪人投稿无？今日我想要创作，我要练笔，对我今日想要写故事，我想要像国语日报，不是，我爱讲国语日报。有这个专栏伊会可能有邀请无共款的作者，出名的作者来写。咱嘛有真侪出名的台湾作者啊，但是伊无迄个机会讲有一个商业化固定的英文。国语日报真贵呢。
干嘛呢？嘿，我敢袂使讲即个代志，这无要紧。我有一个朋友甲我讲，因囡仔吼，伊的亲戚，伊小妹吼，朋友的小妹，讲因去踅迄个囡仔的用品店，展览商店啦，像这南港毋是拢有即款物件吼，啊去。啊，搁伫不倒底哦，囡仔搁伫不倒底哦，哈，啊袂生出来，葛末因最后伫内底开钱是开啥？开5万外块点国语日报啊，有这个做这个物件，会来推销。是我感觉台湾真需要台湾的即个囡仔儿童，不管你做杂志、做出版，真需要即款人才，你知道吗？这动力啊，你要有啥啦？要有即款人才，就是伊市场第一，爱靠台第二是爱有够济，伊才有竞争。好，你才会愈来愈请愈来愈侪人参入来算哦，你才会培养会出即款的人才吼。互你囡仔还袂出世，你就主要还袂买，你先去买国语日报。哦，遐业务实在是太高啊！嘿，都红美甲要死，你知影？但是个已经定啊，你嘛歹势个人促销吼，所以即个物件，伊的业务即件代志，业务其实反映的就是即个产业迄个价值无。所以我希望我期待除了一间即个像幼儿即款的杂志以外，愈来愈侪，因当然嘛做甲真认真，但是我需要愈来愈侪像即款的，上好会发到培养出更较厉害的业务，来互规个产业真正经营起来。这毋是讲怪爸母的钱，是因为有即个需求。咱认为伫咧看待即个市场，知影有即个需求，但是目前无人去满足即个市场的需求。像你刚刚讲的，可能除了出版品以外，即个更较及时的，因为伊若杂志可能伊凡说有一个月出的，有逐季出的，嘛有逐年出的，等等的各种各样无共款的，你有法度更较济，免出甲一本册，就是一篇一篇第一篇，囡仔就会使有机会先来接触。我感觉这是真趣味的代志，无的确日后你嘛会使继续发展你家己的即个囡仔故事的部分。那真正有即款的专栏啦、杂志吼、专栏啊，迄个字其实目前官方写读做栏啦。伊嘛写读做栏，但是即个所在基本上，就我所知应该真侪读做专栏，无紧咱就是你讲了的关系的伊拢会使啦吼。反正就是我希望即款的物件会愈来愈侪。拄好你讲起即个代志，好有即个发想啦吼。就是我讲到业务的代志，我讲这真好算哦啊！希望讲咱应该无听友是伫做国语日报的业务啦。我毋知影哦，这真趣味。虽然讲即个杂志即个报纸的名叫做《国语日报》，有淡薄。不过伊对推测即个华语的即个乐图来讲是真有帮助的。是，因为亲像即个报纸拢会伫咧学校内底嘛，囡仔人就会读啊，读就是引起因乐图的迄个兴趣嘛。所以咱需要台文版本。还是讲连刚来出一个台语日报，请伊出第二个部门嘛会使啊，反正有可能啊。这大家会使来参考看卖，你若是本身做出版社、杂志社，会使来考虑。咱一开始卖出甲伤侪张，可能较少张一个，无得靠买，会使来试看卖。有有电子化的版本嘛？电子报嘛袂歹啊。系啊，好，咱然后大家来投稿。这会使试看卖，你若有开，我来投稿看卖。好。好啦，咱讲倒来你家己的即个物件本身吼，因为我有一件代志很好奇，就是讲本地当然咱熟悉的时阵都因为拄开始就因为即个节目啊，还有台语文相关的代志就熟悉。不过从来无问过，就是讲你是安怎去接触到台语文这件代志啊？一开始就是兴趣啦。是安那有人产生这款的兴趣？应该是讲。因为配音的时阵需要记一寡台语的字，不过若是用注音，就是记袂矫正。迄个时阵你就已经拄到有台语配音这件代志。是拄开始接触台语配音的时阵，我就发现讲我的台语其实无啥好，不过我要记一寡字的时阵，我就应该安怎？你无适当的文字工具会使帮助你伫咧配音的时阵使用。对啊，若是用注音就是一直火星文，对，而且会走精。系啊，所以就想讲，敢有一套就是即个拼音系统，会当来会当来帮助我来写这的台语字。安尼就慢慢愈学愈有兴趣安尼。咱其实真正伫做即个派对卡孔明诶访谈的时阵，当然都提起过即台语配音这件代志，其实嘛愈来愈济啊嘛。那后来其实我甲一寡相关的人嘛有过一寡讨论啊，就伫讲
台语配音的未来甲发展这件代志，就是配音是配音无毋对，但是配音的台语配音这件代志，伊豆豆是行入另外一个是咱讲的台语产业的一部分。产业这件代志，你拄开始你接触是，只是为着讲我有一个工具会使互我伫咧接触台语配音的时阵。有标注啦，有互我知影我安怎读才袂走精的即个物件，即个好处。但是行到当，我讲这几年落来，咱安尼看，你会感觉着讲，你豆豆是行入一个做台语的出版产业无？毋管声音或者是文字图的，其实拢是出版的一部分嘛，包含恁做 podcast， 其实咱嘛拢一直伫出版。你会豆豆感觉讲，你敢若行入某一个产业，甲你原本的敢若只是你做配音的产业，敢若无啥共款无？我家己是无感觉讲，我有影是行入一个产业，毋过我真欢喜讲，我一直会当做家己的工课会当用我家己的力量来甲一寡代志来斗相共。产业应该是讲，当然一路上的豆豆的观察，当然会感觉讲，敢若有一个产业的即个形象，即个模样开始出来，即个模样豆豆出来。毋过，就是无去想着讲，家己是毋是就是伫咧即个产业内底会当趁着钱啊，或者是讲，就是无想遮济。嘿，主要是因为我伫观察这段时间以来，这几年即个业界相关业界人，咱开始接触，比如讲出版来讲伊出册来讲，即便你是伫咧渭南，敢无做渭南、渭南。蔚蓝，伊本身这毋是属于台语词啦。蔚蓝出版社出版社伫咧出版，原本咱知影讲大概某几间出版社是台语相关的出版的较济，但是咱开始会观察到讲，愈来愈济无共款的出版社。拢投入来即个台语文的出版，当然咱嘛必须讲这甲政策有关系啦，伊有一寡补助的方案啥，毋过华语其实嘛有补助方案嘛，毋是讲敢若台语有啊，所以表示讲伊有一个时代趋势伫咧内底，互原本无伫出版台语文的出版品的遮个出版社嘛愿意试看觅来投入，看到伊凡是有存在一寡价值伫咧内底。我讲是安尼，包含讲上注当年即个台文版出来了，有法度做甲应该是第10刷啦，对无？我若无记毋对，10刷。嘿，我会记你进前敢若是安尼讲。以上注来讲，台文版伊第10刷就是10000本以上。打任何一本册出到10000本，迄是不得了的代志对。当然，伊毋是一个通例，我必须要甲大家讲，伊毋是一个通例。毋过表示讲，伊有即个机会。毋管你今日拍电影，还是出一本册、出一张一块唱片，还是任何相关的物件，拢是共款。作品即件代志，永远无保证，对无？无人甲你讲，你做这个稳当大条。稳当就强滚，无人讲任何包含，就算讲是足顶级足出名的歌手，伊嘛无法度保证伊逐块专辑拢是一定拢是 top 1的啊，是对无？拢袂甲下叫，一定嘛有吹落去的时阵，但是伊互人有一个望讲即个产业是有机会，我今日有机会做出一本上主台文版，毋管世界文学或者儿童文学来讲，连讲。台文的某某册是毋是嘛有可能向抢悬起来？为着任何原因，咱毋知影。但是表示讲，伊已经开始有即个能量存在，伊的基础开始出现啊。你底底若拍好，你要做起来，才开始咱会去思考讲，那对台语的使用族群来讲，咱阁欠缺什么物件？所以我开始愿意投入。有人无人做无这我来做看卖。咱来试看卖那因为你做的代志，其实就是你补足迄个内底还阁无的物件，或者讲还阁欠缺的物件。所以我一直咧思考这件代志，讲当然你会使讲，我就是拄好，我就时机到，我就想要做一个世界动画、世界囡仔故，做一个故事番题。我本来就伫讲故事，本来就伫配音，但是我有较远的即个为一个时间的程度来看，我会感觉到讲，这甲规个产业的变化，还有时机，整体社会时机，即个气氛有够位有趋势，有行到即个程度无有关系。出版社出册嘛，毋是讲我要啥要出我就去出啊，无遐简单，除非你自费嘛，自费出版是另外一回事。毋过我感觉。内底有一
真会使去，大家会使去观察看卖吼。我讲当然，真侪人无一定会去观察即件代志，加计就是讲啊，有人去做模组，有人做啥吼，嘛做得袂歹啦。讲实在，比如讲模组做得袂歹，出版社是毋是嘛去思考讲，哦，遮个出版品模组的效果真好，那出版我直接透过出版社出版，有可能嘛有一定的成果无，一定的成绩无，这就是伊开始会去观察嘛。愈来愈侪人模组做得较好。表示讲市场确实有这个需要啊，嘿，我讲是这款观察啊。我补充一下，就是我打阵啊回答了啊，我想讲，讲啥物我无伫即个产业内底，我无想要，就是无想过趁钱即件代志。这话讲出来有淡薄矫情，嘿，钱嘛是爱趁，对，应该是讲我无想过讲，哈，我即马学台语，就是为着要踏入即个产业。我就会因为即个产业敢若是蓝海，或者是讲真有即个即个趋势伫咧，所以我会当会当来加趁偌济。我即本册其实嘛是摕补助来做，因为就是迄当阵就是有算过讲，若是无补助是无可能。搁请画家，搁出有声，这拢是成本，拢是成本，所以其实有一寡代志也是爱钱来推动的啦。当然，无想咱来宣传，都是希望讲市场会使甲即件代志经起来，对无？因为有人投入心力，有人投入家己的才能、伊的才调，有人找真济无共款的业界的人来合作。那想要做这个代志，当然咱对台语或台语文有一个望以外，其实是希望甲遮个咱用市场听起来可能较咱讲功利主义吼，但是其实是希望甲对即件代志有啥物人会使全部连接做伙。透过出版品的方式，你无可能甲所有人开讲，但是咱透过出版品的方式，会使甲遮个人有机会来对谈，有机会来全部连做伙，变成一个壳，而且这个壳会使分化甲愈来愈宽，愈来愈传出去。是透过比如讲你找即个画家，可能画家对台语文完全无了解，但是伊伫咧即个过程，第一伊豆豆接触到即个物件，伊是一个受到影响的人。第二，我开始捌拄过即款的画家，就是本来是接案尔，画家开始原来是安尼，就有兴趣，你就开始去学。那另外一款就是因为这图画真水，这声音好听啥，所以咱买来试看卖，你会开始愈来愈接触到，愈来愈侪甲台语有关系的物件，甲探出去壳仔以外。壳仔内底的人，家己必须要先团结起来，但是以外，伊其实迄个力量是会使传出去的。其实我一开始咧接触即个台语文的时阵，我感觉社会大众对即个物件是无感觉。你感觉大家较无去关心即件代志？无关心，袂感觉讲这有啥物好要义的。是，就是这无伫因的生活当中。嘿，毋过。安尼豆豆一路安尼行过来，就愈来愈感觉到，即个社会即个风气已经转变啦。愈来愈侪人会去看到讲，这是台语文，或者是讲愈来愈少人会写，一直咧写迄个火星文。是，嘿，你看一寡 YouTube 的这节目，伊嘛。以前可能大部分 YouTube 一定拢是直接拢是写迄个火星文的，嘿。毋过因有一寡 YouTube 的节目，即马若讲到台语，因会主动用台语文，来写因想要讲的即个台语，写因即个标题。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豆豆仔转变的这个过程。时代趋势嘛。是啊。对啊，我感觉这是像咱我一直伫讲产业的，其实产业。除了是商业化的一个讨论以外，就讲甲资本较有关系的讨论以外，另外一方面是，我希望即个物件，你若要爱长期，我都好法运作，而且是愈来愈请呀，愈来愈好，愈胖愈好。即个内底物件愈来愈矫正，其实伊都是需要靠即个产业即个概念去思考伊。咱有当时伫做遮个物件时，你会希望讲我甲家己的作品做好，我其实无法度去思考较济。但是我做一个，像无以我家己的立场，我做一个 podcast 的主持人访谈者，这几年来接触遮济无共款的台湾作品的时，我会有一个较产业性，或者讲较全面全体的一个想法。怎样讲？我会认为讲，即个物件一直伫震动，迄个震动可能你无法度讲伊足紧的，但是一年比一年较紧，而且你会发觉讲，咱家己爱对会着，
迄个思考，咱伫思考台语文的代志，或者讲，甚至是一般人、一般家长伫思考这个代志的时候，拢开始一直爱转变，愈变愈紧，愈对愈紧，愈对愈调啊！因为伊真正芳了愈来愈紧。这是你会使讲，这是真互人会感觉较乐观的代志。当然嘛，毋是讲全部拢是足正面的，内底嘛是有一寡咱拄着的困难。毋过这几年落来，我会感觉是，我希望。莫讲希望，应该讲，我感觉有即个趋势存在，而且是互咱继续愿意做落，而且有望，因为咱毋敢讲要趁钱趁到偌济，但是要行落去，你一定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大家做伙同齐行同齐。那即个过程，产业是一个真好的观察，是，因为钱或者讲销量是一个足现实，但是足直接的物件出来。毋是讲你有补助案，所以你就袂了钱，无遐简单啦。所以这现在我直直讲这，我嘛希望讲这本册出来作为一个印刷册，绘本大家可能愈来愈济，毋管你做收藏，毋管你要读，毋管你要看图画，刷落来后一步已经够啊。我讲迄个后一步时机是，所以咱爱开始去接触，比如讲囡仔故事册出来啊，像婴仔这故事册出来，咱爱去要来甲试看觅讲。内底有啥物件，凡是有啥不足，凡是有啥原来是安尼运作的，你会开始察觉到咱的即个台语的世界内底，还有啥物件有欠缺，还有咱会使行向什么世界？是，这本册因为是应该是讲规个出版社拢无人做过即种台语印刷册，嘛找无啥物人通问讲即个经验。所以嘛，会真期待讲，有啥物不足的所在，大家就是互相讨论啊，互相求进步啊。若是有人嘛想要做这款印刷册，嘛会当来互相来分享这个经验。是，对啊，就是豆豆甲这个经验，豆豆安尼传落去，伊会愈来愈济啦。是，毋过我想到一件代志呢。本地要请你读其中一页，是，可也无读到。好啦，咱到时阵我甲迄个应该有试听的版本嘛。是，因为拄则咱愈看愈欢喜啊，今日讨论拢愈来愈，因为愈较顶到啦。我有当感觉讲，咱的听友我都会较希望会使有机会讨论一寡较深入。虽然伊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互囡仔会使看、会使学习台文的故事册，会使听的真趣味、真古锥的故事，但是伊背后其实有真济，我希望咱的听友会使去思考看觅，或者是讲趁即个机会，我嘛无伫管别人啦，就是咱本地私底下嘛会讨论一寡较复杂的问题，趁即个机会会使伫节目内底嘛会使来讨论看觅，那大家做伙分享，大家反正无共款的想法，但是会使家己去思考，所以到时阵甲请你甲即个试听的版本，你甲互我，咱就互即个听友来听看觅。这毋是试听的版本哦，你互伊完整的版本。完整的版本，大家免买册嘛会当听，就伫婴仔这讲故事的这个 podcast 频道内底，你无买册，你嘛会当6篇故事你拢会当听。安尼是免趁钱，你甲我讲。啊，你若听有满意，听有介意，你甲来支持。你才甲。无你惊人比较，无你惊人听的啦。对，因为真正是用一种推测的这个心情啦。推测，大家是爱去买册啦，好不好？对，毋是试听，你会当总听。大家会使来去听，到时你甲迄个链接甲互我。好啦，今日的讨论甲咱嘛差不多啦，讨论真侪较顶到的议题，毋过这是我家己的观察，还有甲婴仔这因为拄好拄着你即届做出版嘛，所以我感觉佫是另外一款身份，另外一款真无共款的感受，所以趁即个机会伫咧节目内底讨论啊嘛，甲听友。反正我希望听友伫听的时阵，第一你若真爱困还是讲你困袂去、困袂入眠，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因为我讨论的问题较顶到，可能较好困。第二，你若真正对即个台湾相关出版产业有兴趣，或者是讲希望去思考这个代志，甚至你未来希望家己嘛投入甲台语相关的领域内底，这是一个会使去讨论、去思考、去想讲阮到底伫讲啥的一个内容。我家己是安尼感觉。
好啦，毋知大家对即集的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咧？这集你听了是有介意，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或者是 YouTube 来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嘛希望你收落后个立分享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后头聊天，你使看到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但是因为伊咧愿意一杯咖啡一包，然后同时来鼓励阮做较侪创作，嘛会使点下 Show Note， 也是说明区的赞助连结网链啊。家护是随意生意，食水甜，人生表示咪特别，我嘛介意，无论怎样，就拢感谢你的支持。那咱就今日到这咯，拜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家父甜面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阿莹、阿文、阿贤、Moonwalk、伊文、瑞基、张文珍、Arthur 阿川、Patrick 阿派、永川、阿里嘎哇。感谢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的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大家好，我是阿德。咱的一寡老，毋是我讲资深听友，可能拢会知影啦。讲拄头我伫做的，安那哈？无我想讲，我哪会无迄个防喷网？应该是伊甲跳落来的话，伊甲跳落来。对，我就想讲，奇怪，你哪会有啊？我想讲你家己甲跳落来。无，我袂晓装呢，歹势。我就转起你尔，你掠一个你要爱的记忆，你甲转起嘿，迄拢会使，嘿嘿，即落就抓头，你就随时会使咧刷来刷去啊。嘿嘿，你就甲扣起了，嘿，甲转好按就好啊。你恁敢无用着即落物件？有啊，毋过拢是别人甲我装好的啊。我想讲奇怪，迄哪会有一支啊？就囥边啊，我就徛边啊，想讲，你哪会有啊？那我哪无？我想讲你是无想要用，你甲摕掉咧。无，我就是你哪拗头啊？等者。久啊啦，小可迄个情况较所以无合我你调一下你关系。我配合伊的管道。有伫录 podcast 的人，才会去注意即件代志，知影？真侪当作歌手会去注意无？歌手完全无伫管即件代志。这是要怎装应该啊？是伤量的款。嘿，毋是边啊，应该是边啊迄粒，会使无？袂使，袂使。伊敢若喂。存好安，好，小看。这边拢是有人伫甲你处理好。嘿，歹势吼。好命啊！自头到尾就是拢用迄个用钱解决食的问题。你录音是拢系啊。剪接对啊，阮嘛是请人剪接。无啦，应该是讲我们等于是说包月来，会就是一个月会偌济啊，请伊来剪啊呢。啊，毋过阮需要剪的所在无济啊，因为阮伫咧录音室咧录的时阵，你有结构化，所以无啥问题。我们都是顺，应该是讲阮家拿 NG 就会录音师就会甲阮就把 NG 剪掉，对，顺都会录落来。因为恁无真正开讲内容，有当时若较开讲，当然啦，对啦，因为阮会有卡本的，阮拢是照卡本的，所以就对啦，较无即个问题。喂，好，应该是会使，好。你的表会伫遮，所以头一个就是啊，所以你若想要看，你嘛使小注意。好啊，因为当拢一直有伫录啦。嗯，安尼我就开始啊。嗯。